那国民党的李美珍伫这边补选只摕到24万外票，差不多2成半的票。学者认为，这甲2010年黄昭顺的31万票比搁较少，显示国民党伫高雄的势力确实有较体。民众党这边摕无1成的票，有学者认为郭文铁无伫地方拍好基础，未来要搁扩展政治的版图，恐惊会真困难。 国民党籍候选人李美珍伫咧即摆高雄市长补选摕到24万外票，占总投票率的2成半。学者指出，伫咧选前一暝，韩国瑜替李美珍徛台，其实有挽救到李美珍的选情。李梅珍的选情其实并不好。那整个她虽然新闻量高，但是负面的实在偏多。那韩国瑜出来，至少他讲了一句梗嘛，哈，说这个是买1送1，那让陈其迈去做行政院长，这个梗年轻人喜欢的。 挺铺陈的哈，那大家也开始有了目标，所以陈其迈就对着他骂，蔡英文也指着他说，所以这个显然让选战最后也算下了大雨，稍微有一点点的小火出来。虽然学者认为韩国瑜对国民党加减有加分的效果，不过乃以2010年国民党伫咧高雄市长选立委以来，摕到上少的票数31万票来看，即摆补选的结果，学者讲国民党伫咧高雄的势力其实有衰退收垮。 因为以前都是靠财力或靠家族嘛，过去这个习惯也都存在。那可是你将来如果真的是要推出人才，这些家族势力你自己也没有了，而且家族势力也在松动了，那你要不要培养自己的青年军？而且是在地的、长期的。那当然这里牵涉到一些国民党在地的结构问题。 不过，伫咧民众党这边，5一前只摕到无够1成的票，学者认为郭文铁要伫咧地方布局，那只是吸收其他政党的人，无培养家己的人才，未来要拓展政治版图，这条路恐惊会真恶行。本着伫经营伊的政党，有家己的政党当作伊的地方，就是伊认为政治人物，尤其是伫咧国民党，还是伫咧亲民党，这个混不下去的这政治人物，还是。 都受到民进党迄个青睐，在有应付加政治人物来需要民进党，他认为是别人需要民众党，而不是民众党需要各地的人才。 对即摆高雄市长补选的结果，学者讲，国民党就爱积极栽培地方少年人才，对民众党也建议就爱好好拍政党的基础，袂使只靠郭文铁一个人来经规个党，未来才通得到更较侪选民的信任，开阔家己的政治路。记者民进张国随高雄报道。